依照医生法的规定托育机构爱定期冰检，也毋过华人县议员发现讲，华人县的公私立团园中心冰检的资料只有到民国107年，已经5档拢无更新咯。发生在去年7月，花莲一间育婴中心女婴死亡案件，家长控诉囡仔靠20分钟煞无看到年母的安踏，上条监视器画面阁互求挡掉咧。目前案件正在司法定数，毋过育儿中心的病检也是留伫107年家顶。严重疏失，幼儿安全很重要。你不评鉴的话，那么这业者可能就会轻忽某一方面重要维安的这个设施改善。花莲有4间公土5间私立托婴中心，照规定3年爱一摆评鉴，毋过所有资料拢留伫107年，有5年无更新，家长要如何来选择呢？公托私托都是安全的，因为在设置的时候都要符合安全的标准。但是申请到它开园2、3年，它难道没有因为这个部分而有改变吗？那这个就是评鉴的重要性。目前国内托婴中心的评鉴规定，爱设立许可主管机关，也就是县府社会处，每3年评鉴一摆。县府表示，主要受到疫情影响才会停办，今年已经恢复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已经筹备好了，那也完成了今年的评鉴。那这个现在就是结果的部分，那我们承办科会尽快的来上传。要针对整港托育儿童的设置安全，有关要求应甲县府斗阵去巡视，毋过县府表示，爱尊重私人单位的意愿，县府无法度要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